2025高一文第3段第3次溫習字12題。已知題目畀咗我哋 a、b 係正數，叫我哋滿足 a 嘅平方加 2b 嘅平方等於1，求 a、b 平方嘅最大值。我哋第一步，我哋 a 嘅平方加上 2b 嘅平方等於1，我哋係咪去睇成 a 嘅平方加上 b 嘅平方加上 b 嘅平方等於1？然之後我哋用均值不能式，我哋係咪列出嗰條式子？因為有3個項，所以佢係3嘅3立方。然之後呢邊就係 a 嘅平方加 b 嘅4次方。然之後下一步把3移過去，再開嘅立方就得出嗰個步啦。然之後等於27/1大於等於 a 嘅平方 b 嘅4次方。然之後佢哋兩個開平方，就變成根號27/1。然之後最後就得出來咯，9/3，算是13題。題目畀咗 a 大於0，b 大於0，叫我哋求嗰個嘅最小值。我哋可唔可以直接用均值不能式？我哋係咪睇成 a 嘅平方 b 加上 b1？我哋先睇前兩項先，嗰兩個用均值不能式就可以換成嗰邊就變成2根號下呢嚿嘢。然之後最後就變成咗抵消啦，抵消就變成 a 嘅平方分之1。然之後開根號出來就變成 a/2啦。然之後 a/2同下一項加係 a， 即係嗰項加係 a， 求佢最小值。我哋繼續用均值啦，第二次用均值就得出嚟2/2啦，所以算 C。22題，我哋知道題目畀咗我哋正數 x、y， 佢係滿足 x 平方乘以 y 嘅3次方係等於4嘅。然之後叫我哋求 2x 加 3y 嘅最小值。咁 2x 加 3y， 我哋係咪可以睇成2個 x 加上3個 y？ 然之後佢哋係5項啊嘛，5項我哋係咪乘以個5加5次方？然之後開個根號啊，均值不能式。然之後我哋呢邊呢就變成 2x 加上 3y 啦，就係嗰個。然之後呢邊呢就合成就係 x 平方加乘以 y 嘅3次方。我哋知道題目畀咗我哋啦 ，x 嘅平方加 y 嘅3次方等於4啊嘛，所以直接就得出嗰個啦。好，下一題。23題，我哋知道 a、b 都係大於0嘅，叫我哋求嗰個嘅最小值。咁嗰個呢，我哋要諗下咯喎，佢求嗰個最小值，我哋係咪一步一步查先？我哋咪求嗰個最大值先，因為佢分母越大，成個數係咪越細啊？我哋先求呢個嘅最大值，我哋係咪用均值不能式啊？就可以用列出嗰個式咯。然之後把2移過去，再開平方，就得出4分之 a 嘅平方大於等於呢嚿嘢啦。然之後我哋下一步，我哋已經知道分母最大值係4分之 a 嘅平方嘛，我哋把它代入去嗰度就得出呢條式子啦，就係 a 嘅平方加上 a 嘅平方分之64啦。然之後就可以直接求佢嘅最小值啦，嗰項最小值。咁就均值不能式啦，繼續用均值不能式，就求出咗16。然之後當且等當 a 係等於 a 減 b 嘅時候，因為一開始嗰項啊嘛。然之後 a 嘅平方係等於 a 嘅平方分之64係嗰個。佢兩個相等嘅時候呢，嗰兩項啊嘛，有兩次均值不能式，佢哋兩個相等嘅時候就得出 a 係等於2b，
a 嘅平方就等於8啦，就咁啦。然之後嗰條均值不等式先可以成立㗎。好，下一題28。已知 x 同 y 係大於0嘅係正數，然之後 x 分之3加上 y 分之1係等於1，叫我哋求 x 嘅3次方乘以 y 嘅最小值，同埋佢攞最小值嘅時候佢相應嘅 x、y。咁我哋咪第一步，我哋先睇佢俾我哋嘅條件。我哋係咪去睇成嗰個條件？我哋咪去睇成3個 x 分之1相加，再加上 y 分之1等於1啊。然之後我哋嗰步就呢步就係變成分之3咯，就係、x 分之1乘以 x 分之1，三個分之1相乘，再乘以個 y 係咪等於 x 3次方乘以 y 分之1呢項啊？個式子啊？即係因為佢係4次啊嘛，四項啊嘛，所以係4咯，個四嘅立方咯。然之後呢，開4次方，然之後呢，嗰邊係1，因為佢哋相加係1啊嘛。然之後我哋就把數移落去，就到下一項啦，除以4，然之後再開4次方，就把嗰4次方開咗出嚟，就x分之就咁咯。然之後我哋把佢變成倒數相乘，左右相乘，就係咪 x 3次方乘以 y 大於等於256，就係佢個最小值啦。咁我哋攞到佢個最小值嘅時候，我咪要佢哋要相等啊，嗰幾項要相等。咁我哋係咪一開始設嘅 x 等於 y，x 分之1等於 y 分之1，然之後係咪 y 就等於 x， 然之後把 x 等於 y 代入去我哋一開始俾我哋嘅條件入面，然之後我哋就可以得出 x 分之3加上x 分之1就等於1，然之後我哋係變成 x 分之4就等於1，x 就等於4。然之後，因為 x 等於4，y 係咪等於 x，所以都等於4，就係嗰個29題。我要知道題目俾我哋嗰嚿嘢就等於2，叫我哋求 x 分之2加上 y 分之1嘅最小值，而且攞個最小值嘅相應嘅 x、y。我哋知道啊，之前學過嘅 log x 加上 log y， 我哋係咪去睇成 x、y 相乘？咁佢哋相乘係咪等於2？然之後按照對數來講，佢底數係為10噶嘛，咁我哋係咪可以睇成 log x、y 就等於2啊嘛？我哋係咪等於10嘅平方就等於 x、y？ 所以 x、y 係等於100啦。然之後呢，我哋知道 x、y 係等於100啊嘛，我哋用嗰個用均值不等式，開始用均值不等式啦。佢叫我哋求最小值，就睇嗰邊。然之後佢列咗兩個不等式，因為兩項，所以個2平方。然之後兩個相乘啦，兩個相乘就變成 x、y 乘以2啊嘛，x、y 分之2。然之後我哋知道 x、y 係100，把100代入去，最後得出啦5分之根號2啦。最小值係5分之根號2。然之後佢攞5分之根號2嘅時候 x、y 攞咩值呢？所以就話乾脆等多，因為你嗰兩項啊嘛，所以係 x 分之2等於 y 分之1，然之後就等於 2y 就等於 x， 佢要成立，所以就變成 2y 等於 x 係要成立嘅，所以呢2代入去，把佢代入 x、y 嗰度，所以就2y 乘以 x 就等於100，因為之前係 x、y 係等於100啊嘛，所以就下一步就分別得出來 y 就等於5分之根號2，然之後把5分之根號2代入去，就變成 x 就等於10分之根號2啦，10倍嘅根號2啦。好，下一題，30題，已知
x 係大於0，題目俾我哋，叫我哋求嗰個嘅最小值，仲要求埋佢攞最小值嘅時候 x 係取咩值？首先佢嗰球嘢，我哋係咪可以分開睇成佢 x 分別x 項，分母都係 x， 然之後佢哋約分啦 x 約分就變成 x 加上2加上 x 分之一，呢 x 分之一同埋 x， 我哋係咪可以用均值不等式？然之後把 x 抵消，然之後嗰條均值不等式把 x 抵消，然之後就得出 x 加 x 分之一，最少就係2咯。然之後呢，求咗出嚟之後呢，我哋係咪仲要加上2啊？因為我哋一開始原式係咁噶嘛，我哋就係求出 x 加 x 分之一係等於2噶嘛，所以2加2係等於4咯。因為當且等當只有 x 等於 x 分之一嘅時候呢，佢先會成立個式，所以就 x 嘅平方就等於1。好，31題，題目俾我哋 x 同 y 都係大於0嘅，然之後 2x 加上 5y 係等於20，叫我哋求嗰個最大值，而且佢最大值嘅時候佢係攞咩 ？x 同 y 攞咩？咁首先我哋睇嗰個，佢係咪攞定值啊？佢個 x y 我哋咪睇到定值啊？即係 2x 加上 5y 等於20啊嘛。咁佢定值係咪嗰邊就20？咁呢邊嘅均值不等式係咪 2x 加上 5y 係咪開根號出來？最後就變成，然之後把2除過去，開根號平方，開平方就變成100大於等於10倍嘅 x y 啊。然之後把 x 把12過去 ，x y 係咪少於最小值？就係少於等於10 x y。我哋求出佢個呢一個 x y 啦。我哋係咪知道 log x 加上 log y 係等於 log x y 噶嘛？咁你兩個相乘，我哋知道係10落，呢邊係10落，咁係咪底數為10？然之後上面都係為10，真數為10，底數為10，係咪就等於1啊？相同啊嘛。然之後佢最大值就係1咯。然之後我哋就當且等當 2x 加上等於5y 嘅時候，個均值不等式上面均值不等式先成立噶嘛。所以我哋可以叫我哋求 x y， 我哋係咪去聯立方程啊？我哋知道佢哋兩個 2x 加上 5y， 佢係要成立嘅，佢保證佢成立。然之後我哋一開始條件係俾咗 2x 加上 5y 係20。然之後我哋聯立方程咗，最後得出 x 等於5，y 就等於2啦。好，下面嗰步32題，嗰個呢，我比較推介用柯西不等式。柯西不等式呢，就係呢個啦，嗰球嘢就係柯西不等式啦。佢係嗰個相乘嗰個就等於 x y x 2嘅平方。乘以 x 乘以 y 嘅 y 2嘅平方，咁係咪得出嗰個啊？後面嗰項都一樣啦，嗰個同嗰個相乘就得出嗰項，然之後佢哋嘅平方就柯西不等式啦。我哋係咪知道一開始俾我哋條題目啦 ？a 加 b 加 c 等於3，然之後求嗰個最小值。咁我哋用柯西不等式，我哋把數代入去，係咪咁咯？然之後佢哋兩個相乘，柯西不等式啦，一樣噶嘛，就係 a 乘以 1/1，然之後 b 乘以 b/4，c 乘以 c/9。因為佢哋平方，所以佢哋就呢邊呢，右邊呢就係根號啦。因為佢哋平方先係咁噶嘛，佢哋平方先可以得出嚟喎。佢唔平方嘅話就係根號3咁樣噶嘛。然之後呢，呢邊就開方出來，抵消，就1加上2加上3嘅平方，就最後等於36啦。然之後佢最小值係36，即係把 a 加 b 加 c 代入去啦。
代入去嗰個式入面。咁我哋係咪睇成呢個式就變成3，然之後乘以嗰嚿嘢就大於等於36，然後把3移過去，咁嗰條式嘅最小值就等於12咯。然之後我哋定值攞完啦，我哋係咪最後一步係要佢哋相等啊？均值分式要佢哋相等嘛，可惜一樣。所以當佢哋三項互相相等嘅時候，佢哋先會成立。咁我哋把佢哋二項就係咪就 A 比例、B 比例、C 比例，係咪就等於1嘅平方比上2嘅平方比上3嘅平方係1比4比9啊？然之後結合我哋一開始 A 加 B 加 C 等於3，然之後把數代入去就變出 A 係等於14分之一，B 係等於7/2，C 係等於14/9啦。34題，我哋知道題目俾我哋正三棱錐底面邊長為8，高係等於10，求佢個表面積同埋佢體積。我畫咗個圖俾你哋，方便你哋理解啊。嗱，首先呢，我哋知道邊長為8啊嘛，底面邊長為1，就嗰邊嗰嚿嘢係8啦，就係嗰條 BC 係8，CD 係8，同埋 BD 係8啦。然之後叫我哋求高係 AO 啊嘛，AO 就係等於10。然之後我哋按照一開始有個公式就係 H 等於3/2乘以 A， 嗰係求底面 BE 嘅高。咁咪知道 A 係8，佢把佢代入去就等於 H 就等於4倍嘅根號3。然之後求 OE 我哋係咪知道1/3 H 啊？咁 H 我哋係知道係4分之根號3噶嘛，乘下去就得出4倍根號3。然之後我哋用歐股定理就可以求出來呢個啦 ，OE 嘅平方加上 AO 嘅平方啦，就求出呢個數啦。然之後叫我哋求佢嘅側面積，我哋求出 AE， 我哋係咪知道佢個側面積係幾多啊？係咪就底乘以高除以三角形係嗰種噶嘛？然之後就係咪嗰條式就係8乘以嗰個數，底乘以高乘以1/2，再乘以佢個3，就等於嗰個數啦。嗰係佢嘅側面積，咁佢嘅底面積呢？底面積係咪求佢嘅 BCD 啊？咁 BCD 我哋係咪知道邊長為8，高係4倍根號3，跟乘以1/2係咪等於16倍嘅根號3？然之後佢哋相加，佢哋全面積就係佢嘅相加嘛，表面積等於全面積，所以佢哋兩個相加就係嗰個啦。然之後求佢嘅體積公式呢，要記住就係 V 係等於1/3 SH， 要記住嗰個公式。然之後把數代入去就等於160倍嘅根號3。40題，圓台上底下底嘅半徑同埋母線長合1比4比5，高等於8，叫我哋求佢嘅側面積同埋佢嘅體積。佢比例嚟噶嘛，我哋先俾個確定嘅數，所以我哋先設上底為 x， 因為佢上底係1嘛。然之後下底我哋就設佢為4x 咯。咁母線一樣呢，唔 x。我哋係咪可以運用歐股定理啊？來列一條方程啊，就係話佢母線係5x 嘅平方嘛，呢邊係母線，然之後4x 係底。咁佢個上底係 x 啊嘛，佢哋係咪揀咗上底之後就得出來個下底？然之後我哋知道高係8嘅平，然之後呢，我哋可以列出嗰個歐股定理。最後我哋求出啦 x 嘅值係等於2。然之後我哋把佢哋代入去就係咯，上就等於2，下就等於8，母線呢，母線就等於10咯。然之後叫我哋求佢嘅側面積。好啦，側面積呢，我哋要記住啦，係派 RL 噶嘛，原來嘅側面積係派 RL 噶嘛，咁係咪仲要乘佢高啊？佢嗰個上底同下底兩個 R， 然之後乘以佢母線斜高派 RL， 所以把數代入去，所以 S 側面積等於100派，
然之後求佢嘅體積。圓台體積都要記住，就係1/3派乘以 h 乘以 r 平方加上 r 再加上 r 嘅平方，呢個就係圓台嘅體積公式啦。然之後後面呢樣啫，把數代入去，最後得出224派。試一題，正三棱錐佢所有邊長為2，正三棱，然之後叫我哋求佢嘅表面積。咁我哋好簡單咧，佢邊長都係為2，正三棱錐，咁我咪全部都係為2啊。所以呢邊所有邊長都係2。然之後我哋有個公式就係，因為佢哋正啊嘛，所以3/3 a 嘅平方體積公式啊，就係正三角形嘅體積公式。哦，唔係面積公式。然之後求出來呢，佢就係變成3/3，然之後就2/4，再就得出9/3。9/3因為佢有4個面嘛，所以表面積係全面積意思嘛，所以乘以4個面咯，所以就有4倍嘅9/3。42題，長方體所有邊長都係圓上，長寬高分別為3:2、3:1，就已經被確定嘅數字，唔係比例咯。然之後叫我哋求嗰個球面嘅面積，咁你係咪可以列條式啊？因為佢哋正方體長方體係佢哋所有嘅邊長都係嗰一個圓上面，跟佢嘅咪對角線就係咪嗰個圓嘅直徑啊？咁咪可以列到 2r 就等於對角線長方體嘅對角線公式，就 a 嘅平方加 b 嘅平方加上 c 嘅平方，就列出嗰條式啦。最後我哋得出 r 係等於嗰球嘢啦。然之後我哋求出咗 r 係等於嗰球嘢，我哋係咪只要求佢面積就係啦？咁圓嘅球嘅面積係咩呢？係咪嗰個啊？4πr 嘅平方。球面嘅面積公式就係4πr 嘅平方，要記住啊。然之後呢，把數代入去，最後就得數14π啦。43題，嗰道題有啲複雜。嗱，就係話一個圓柱、一個圓錐同底面積個底面嘅直徑同埋佢嘅高都同某個圓嘅直徑相等。然之後叫我哋求佢表面積之比。我哋畫咗3個圖啦，一個係圓柱啦，一個就圓錐啦，一個就係波啦，個係波嚟啊。我哋先求圓柱嘅面積公式，表面積公式係咪就係兩個底面嘛？兩個底面加上一個側面，就係佢個面積。我哋底面係咪圓嘅底面？佢圓柱嘅底面係咪圓嚟㗎？係咪就派 r 嘅平方？然後把派 r 平方代入去就係啦。因為我哋面嘅乘個2呢，因為佢哋同直徑同波嘅直徑相等，佢底面嘅直徑同埋佢哋高啊，係同佢嘅直徑相等啊嘛。佢波嘅直徑球嘅直徑係2r嘛，咁佢高嘅直徑係咪2r？佢嗰個都係2r，高都係2r，咁佢底面都係2r噶嘛，佢一半就係等於 r。佢哋 r 嘅話，r 嘅平方係咪等於2πr 嘅平方？代入去啫，把數代入去。然之後呢，求佢側面積我哋係咪圓柱嘅側面積呢？我哋係咪佢周長啊？佢展開咗出嚟，就係周長。周長乘以佢個高，因為佢攤開咗之後，佢嗰邊就係佢圓嘅周長啊嘛。所以 2πr 周長公式 r 等於 2πr 再乘以佢高係2r。所以等於4πr 嘅平方啦。圓錐呢，然之後呢，圓柱呢，我哋就把佢哋兩個得到嘅數相加，就係咪等於6πr 嘅平方？然之後呢，我哋就睇圓錐啦。
圓錐嘅話，我哋係咪佢個側面積？佢個側面積啊嘛，仲有佢個底下嘅圓，咁咪底下嘅圓係咪派 r 嘅平方？然之後佢個側面積咧係佢好似三角形咁樣嘛，所以記住啊，圓錐嘅側面積係咪派 r_l 啊？然之後我哋 r 我哋唔知係咩嘛，唔係我哋 l 係唔知道咩啊嘛，就係佢哋嗰條線啊嘛，我哋係咪可以用嗰個勾股定理？勾股定理求出嚟就係根號5r，我哋知道2r 嘛，同埋 r 勾股定理，然之後佢哋兩個相加，就有得出嗰個咯，嗰個數。然之後就有球啦，球嘅表面積公式就係4πr 嘅平方。都要記嘢，然之後我哋得出嚟啦，嗰三條式，三個數字，所以我哋按照佢個比例嚟比就係6πr嘅平方，然之後呢個就係嗰個數啦，圓錐係嗰個數啦，個波咧又係嗰個數啦，然後把πr嘅平方抵消，就得6，最後得到嗰個數咯，就係佢哋嘅比例啦。44題。一個長方體嘅頂點向嗰個波上面，棱長係2，叫我哋求佢個表面積。咁咪可以列佢條公式出嚟，因為佢係入面啊嘛，佢對角線就係佢個波嘅直徑啊嘛，所以咪2r乘以嗰個啦。因為正方體係 a 加 b，a 嘅平方加 a 嘅平方加 a 嘅平方，就係咁樣相同啊嘛，所以得出 2r 等於2倍嘅根號3。最後得出 r 係等於根號3，然之後代入個波嘅公式，波嘅公式係4πr 嘅平方，把數代入去等於12π啦。45題，一個長方體長寬高嘅比例係2:3:6，佢對角線係35，叫我哋求佢嘅體積。咁我哋係咪可以利用一對角線公式嚟求出佢嗰個 x 啊？就求出佢嗰個固定值啊，因為佢比例嚟噶嘛，所以我哋係設2x 比上3x 比上6x，所以我哋就列出咗嗰條公式啦。最後就求出 x 係5，然之後我哋知道長方體嘅公式係咪 v 等於 sh 體積公式啊 ？v 等於 sh， 我哋把數代入去啦，係咪就長方體啊嘛，所以就長乘以寬乘以高咯，所以就係2嘅話5就係10，30，15，把佢數代入去，最後得到體積係4500啦。46題，佢呢道題咧，佢係有啲得意嘅，一個直嘅平衡六面體嘅質能長係9，就係嗰邊係9咯，呢邊都係9。地面兩個相鄰嘅邊長為7同11，隔角為45，叫我哋求佢嘅體積。咁我哋係咪知道我哋先求佢嘅體積係咪 v 等於 sh 啊？體積公式。然之後我哋係咪就求佢嗰個地面積？地面積點樣求啊？地面積三角形嘅地面積公式咧，係咪之前學過啊 ？x 等於1/2 ab sin c 啊？咁佢係咪平行四邊形？我哋係咪兩個三角形組成啊？咁係咪就冇咗個1/2？所以就 ab sin c 就等於嗰個數啦，把數代入去就等於嗰個啦。然之後我哋求出咗個 s 啊嘛，咁佢嘅高咧，我哋就係佢嘅質能長咯，質能長係佢高咯，就把數代入去。就得出嗰個啦，呢個就係佢嘅體積啦。17題，一個圓柱，佢個軸嘅側面嘅截面係正方形，個正方形嘅對角線係4，叫我哋求佢個體積。咁我哋點樣求佢嘅體積咧？我哋係咪可以咁樣諗啊？嗱，第一步我先幫你哋畫咗個圖出嚟啦。嗰個圖就係佢嗰個側面圖啦，就係佢圓柱圖啦。然之後佢接觸嘅面係正方體，我哋先設佢個
底面係 2r 噶嘛，因為佢原來噶嘛 2r， 直徑為 2r。咁佢高，我哋係咪設為 a 嘅 h？ 因為正方體，然之後我哋係咪列出 h 等於 2r？ 因為佢正方體嘛，邊長都係相等噶嘛，所以等於 2r。因為佢嘅對角線係4喎，咁我哋咪可以用呢個對角線嘅公式係咪可以列出 a 嘅平方加 a 嘅平方就等於4啊？咁咪最後就開平方執出嚟 ，a 嘅平方係等於8啊。咁我哋係咪可以知道 a 係幾多啊 ？a 係咪等於2分之根號2係等於 h 啊？佢高就係 h 咯，2分之2邊長嘛，邊長一樣咯。咁佢個下面嗰個咧就2r 就等於2倍嘅根號2，r 就等於根號2咯。佢嘅一半就等於根號2咯。然之後我哋求佢個圓柱嘅體積啦，體積公式記住啊 ，v 等於派 r 嘅平方乘以 x 柱。我哋係咪可以知道佢體積 r 我哋係知道啦 ，r 嘅平方我哋知道啦，把數代入去 h 我哋都知道啦，係咁2倍嘅根號2啊嘛，把數代入去等於4倍嘅根號2派。當咗嗰個體積啦，278法48題，278法斜278法7度嘅278法咧，佢係一開始係正常嘅，然之後咧佢就把佢變斜咗嗰隻278法啦，然之後咧佢個 x 係唔變嘅 ，x 平行嗰條線咧係唔變嘅 ，y 咧就會變成原圖嘅1/2咯，原圖嘅1/2就係佢嘅直觀圖啦，就係佢打斜咗嗰個啦。我哋睇啦，一步睇。x 嘅直觀圖，三角形嘅直觀圖係三角形，冇錯啊，因為佢打歪咗，佢都係三角形來噶嘛，就係咁咯。一開始係咁樣噶嘛，然之後就咁，然之後佢打歪咗一樣噶嘛，唔會變，所以第一個係啱嘅。第二個平行四邊形嘅直觀圖都係平行四邊形，即係話佢原圖係咁嘅，佢原圖係咁嘅，然之後佢直觀然之後咁嘅。佢打歪咗就變成咁咯，所以都係啱噶。第三題佢正方體嘅直觀圖係正方形唔啱，因為佢一開始係咁嘅，佢原圖，然之後佢打歪咗，直觀圖就變成咁啦，所以就唔啱咯。而且佢都係佢原來嘅1/2，所以佢都唔啱啦。因為正方形係邊長同邊長相等噶嘛，佢都變咗樣啦已經。咁菱形都一樣啦，同三角形同正方體一樣啦，正方形一樣啦。佢 y 係變咗，咁冇可能菱形會維持原樣噶吧？所以4都係錯嘅，3都係錯，所以揀 B。然之後第9題，假如用斜278法畫一個水平放置喺上面嘅魚圖嘅正方體，原來個圖形係咩？即係話佢嗰個已經係直觀圖啦，然之後叫我哋還原成原圖。佢哋知道啦，直觀圖呢邊係根號2，呢邊係根號2，即係佢對角線係根號2，因為佢一啊嘛。定係根號2，根號2嘅話，咁佢直觀圖係咪就佢嘅2倍啊？係原圖嘅2倍啊嘛，所以就係2嘅根號2咯。因為對角線1加上1就等於根號2，佢嗰個就根號2，然之後佢變斜咗，原來嘅2倍就係變成2倍乘以2，就係2乘以根號2，就等於2倍嘅根號2，所以選 A。50題，一個水平放置向嗰邊嘅個圖咯。水平 OBC 嗰係已經係直觀圖，嗰係屬於直觀圖。然之後叫我哋求原圖嘅周長，佢俾咗條件，直觀圖嘅 OC 係2倍嘅 OA， 佢等於2，即係 OC 係等於2，OA 係等於1咯。
然之後 AOC 係45度，叫我哋求原來嘅周長。我哋知道啦，按照斜意測法呢，我哋知道 x 呢係唔變嘅，咁 OA 就等於1咯，OA 係等於1。咁 OC 呢，原來個圖呢係佢個畫斜咗嘅2倍，但係咪我哋知道 OPC 一開始嘅唔係而家嗰個嘅係佢2啊嘛，咁我哋乘以2係咪就 OC 就等於原來嘅嗰個4？然之後我哋求佢周長係咪就周長乘以2嘅兩邊咯，兩邊乘以2兩條邊，所以就乘以2，再加上佢底面都乘以2，就等於10。相加起身等於10，所以算 D。咁上一題，已知個三棱錐側棱長為5，就係 PA 啦，PA 為5，底面邊長為6，PA 嗰個啦，嗰個就底面邊長啦，為6。求嗰個正三棱錐嘅側面積。咁樣求佢嘅側面積呢，我哋係咪求佢嘅 PBC 啊？就係佢嘅側面積啊。然之後求咗一個側面積，然之後乘以個3，就係佢側面積啊嘛。咁係咪要知道 PD 嗰條線係幾長？咁係咪可以直接用勾股定理啊？就係咪 PC 我哋知道係5啊，棱長5啊嘛。CD 我哋知唔知道？CD 我哋係咪6嘅一半？係咪就3？然之後我哋就勾股定理勾出嚟咯，就 PD 就得出嚟係4啦。然之後呢，我哋按照三角形嘅面積公式代數入去，就等於36啦。再乘以3，就等於36。好，第二題，求佢嘅高 PO， 好簡單啫。我哋知道佢嗰個，首先我哋先求出 AD 佢底面嘅高 AD 係咪有 H 等於3A 啊？咁就把 A 係邊出嚟噶嘛，代數入去就6，再乘得出來3倍嘅根號3。PD 呢係佢嘅高嘅1/3，咁我哋DO 係佢嘅1/3，咁咪乘以1/3啊 ，H 嘅1/3等於出根號3。PO 呢，我哋係咪勾股定理？我哋知道嗰個啦，又知道咗我哋知道 DO， 然之後呢，我哋又知道佢哋嘅嗰個，我哋之前求啊 PD 我哋知道啦，係咪用勾股定理？就係求出咗 PO， 就等於根號13。然之後叫我哋求佢體積，體積呢 V 係等於 SH 體積公式啊。正三棱錐嘅體積公式就係 V 1/3乘以 SH。S 就佢底面積啊，就係 ABC 啊。佢係咪直接把數代入去就乘以佢個高？佢高係 VO 啊，我哋知道啦。然之後把數代入去，就係得出3倍嘅根號39。53題，正四棱錐嗰邊啦，底面佢哋底面積為4，變咗俾個 VO 係3。然之後第一問叫我哋求底面嘅邊長，咁佢邊長係正四棱錐，咁個底面係咪正三角形啊？咁咪就 A 嘅平方係咪等於4啊？邊長嘅平方啊嘛，就 A 乘以 A 就等於4啊嘛，就 A 就等於2咯。因為第一問啦，邊長已經求出嚟啦。第二問求佢側棱長，側棱長係咩啊？VB、VC、VA 同埋呢個 VD 都係佢側棱長。我哋首先求佢個求佢側棱長之前呢，我哋係咪先求佢嘅 BO 啦？我哋求 VB 嗰個側棱長，我哋係咪先求佢 OB？ 我哋知道佢 OB， 我哋係咪用知道佢 VO？ 我哋係咪用勾股定理勾佢出嚟啊？我哋點樣知道呢？因為佢正啊嘛，佢底面係正方形啊嘛，
所以我哋咪知道佢哋嘅邊長係為二，咁佢嘅對角線嘅一半係咪就 OB 啊？所以我哋就列出 嗰條式就得出 OB 係根號二啦，因為佢係對角線嘅一半嘛，正方形對角線嘅一半啊嘛。VB 呢，我哋就直接勾股定理咯，就求出嚟啦。第三題佢哋求佢嘅斜高，跟斜高係咪 ON 啊？我知 ON 就一咯，因為佢地面邊長係二啊嘛，佢一半係咪一啊？高我哋知道啦，佢係咪勾股定理啊？搞掂啦。然之後第四題，佢叫我哋求，佢單係叫我哋求 VBC 嘅面積。個三角形面積公式我哋知道啦，1/2。然之後底乘以高啊嘛，跟底我哋知道啦，二高我哋一開始就知，斜高我哋就知道啦，對 VN 啊嘛，我哋代入去就係咯，得出嚟啦。第五題 V 叫我哋求佢嘅體積，叫我哋體積公式係咪 V 等於SH？然之後呢，我哋係咪可以把數代入去啊？S 我哋已經求咗，我哋求出來係邊啊？已經俾咗我哋哋啦，地面積係4啊嘛，4 S 係4，高係咪3？佢俾咗咯。最後得出嚟體積公式。55題，我哋知道題目俾我哋棱長為 A， 角面係等邊三角形嘅四面體為 SABC， 求佢表面積同體積。表面積就係佢個全部體積，體積咧就係嗰個咩咯？跟住佢題目俾咗等邊三角形喎，角面都等邊三角形嘅四面體喎，即係所有邊都相等咯。所以我哋係咪 S 體積公式就 S 等於4/3 A 嘅平方，就係一個三角形嘅面積啊，再乘以4個面，因為四面體啊嘛。咁咪得出佢個表面積就等於呢個啦。體積公式就係 V 等於3/SH。咁我哋係咪 S？ 我哋係已經知道啦。根號3 A 嘅平方，再乘以佢個高都係 A 嚟噶嘛，佢高都係 A 嚟噶嘛，所以得出嗰個咯。57題，我哋知道上底係4，下底為10，則棱長為5，叫我哋求佢個高。咁係咪叫我哋求佢個高呢？我哋係咪知道佢個斜高啊？上邊 ABC、AP、BB、CB， 佢上底係正方體噶嘛？嗰啲係佢個對角線嘅一半，就係佢個 OP 同 BP 啊。所以我哋對角線就列出嗰條式啦，嗰隻對角線佢嘅一半，所以 OP、BP 就係2倍嘅根號2。咁落邊一樣啦，對角線嘅一半，佢係10嘅平方，然之後佢對角線嘅一半，係咪就得出來5倍嘅根號2？然之後 OO 勾股定理啊 ，OO 我哋係咪可以等於2度向高OO 我哋要求高啊嘛，咁我哋 BE 都係一樣啊嘛，所以我哋係咪要二項就係 B 撇 E 撇都係等於 OO， 佢哋移過去，咁移過去我哋咪對角線 OB 嘅對角線係咪要減去 O 撇 B 撇嘅對角線先可以知道 BE 嘅長度啊？所以我哋係咪 B 撇係佢B 同 B 撇係佢個棱長啊嘛，即棱長啊嘛，所以係咪就25減去 R 減 R， 係咪就5倍嘅根號2減去2倍嘅根號2嘅平方，再得出嚟佢個高係根號7咯。第二題求佢斜高，就係 B 撇 F 咯。B 撇 F 我哋係咪可以睇成 B 撇到 E 係佢高，再加上 R 減去 R， 就係呢邊佢係正方體咁嘅個下底個上底，我哋係咪佢個斜高嘛？我哋係咪要嗰度 O 嘛 ？O 點？佢係咪就下底減去上底，就得出來呢條線嘅長度，就地面嗰個長度，所以係咪就5減去2，最後就得出來9，最後4就係佢 BF 嘅斜高咯。
第三題叫我哋求佢體積，體積公式係咪 V 等於1/3？然之後佢正四零台喎，所以就係 V 等於1/3 H 乘以上底加上下底，再加上佢哋根號 S 上乘以 S 下。呢個呢就係佢哋嘅體積公式啦。最後把數代入去，上底體積公式我哋知道啦，就係佢邊長乘以邊長就4/16啦。然之後下地都係啦，10相乘，嗰度唔使講啦，最後得出52倍嘅根號7。59題，圓錐佢半徑俾咗個2，冇線長係佢 P 係冇 SA 嘅冇線長嘅終點。佢展開圖就係咁啦，展開圖我幫你畫咗啦，就咁。中心點係3/2倍2派，然之後求佢個圓錐嘅表面積，求佢圓錐嘅表面積。我哋咪先求佢嗰嚿嘢啊！我哋先求出佢個 R 咯，係咪先咯？我哋係咪先咁樣求？C 等於2πr，我哋係求出嗰個啊，就係佢個圓嘅周長，我哋 R 係咪知道係2？然之後把數代入去 C 嘅佢嘅周長就等於4π啦。然之後按照弧線公式就係 L 等於西塔 R， 然之後佢展開咗嘛，佢展開咗嗰度，咁弧長呢就變成4π，然之後3πr，然之後求出佢嗰個 R 啦，就係佢個冇線長啦。就得出冇線長為等於6啦。佢原來個冇線長就變成佢半徑啊嘛，展開咗之後就變成佢半徑，所以就等於6啦。然之後我哋求佢表面積，表面積公式係咪佢底面加上佢個展開之後嘅側面，加咪就底面係咪派 r 嘅平方？因為佢圓啊嘛，底面係圓啊嘛，所以係派 r 嘅平方。咁佢側面呢，係咪就派 rl？圓錐嘅側面就係派 rl 個公式。然之後我哋知道冇線啦，係6啦，把數代入去就係12π咯。然之後表面積就係佢哋個底面積加側面積啦，佢哋全部相加等於16π啦。然之後第二問，求 SO 嘅體積，體積係咪求 V？ 體積公式係咪 V 等於1/3 SH？ 咁 S 我哋知道底面積 S 係咪4π啊 ？H 係幾多啊？4倍嘅根號2啊。然之後佢哋相乘得出嚟啊？呢個數啊，4倍根號2呢係因為6減去2勾股定理勾出來，所以得出嗰個啦。60題，正四形錐佢嗰個嘢喺個波上面同一個大圓，然之後佢俾咗個正四形錐嘅體積係嗰個球波嘅體積，我哋點樣求呢？係咪就 V 等於我知個體積公式啦，因為佢正四形錐㗎嘛，係咪 V 等於1/3 SH？ 咁 S 我哋係咩 ？S 係咪佢底面啊？就係嗰個圖啊 ，ABC。咁我哋設佢呢個半徑為 R 嘛，佢嗰個都係 R 嚟㗎嘛，一樣㗎嘛。所以佢嗰個邊長幾多啊？係咪2嘅根號啊？勾股定理勾出嚟嘅嗰個係。咁佢個高呢？我哋連接嗰個佢都係 R 加埋2倍嘅根號2R。就係佢啦，邊長啦，側橫長啦，所以佢側橫長就係2倍嘅根號2/根號 R 咯，就等於根號 R， 根號 2R， 你嗰度根號 2R。S 呢我哋咁樣求咗啦，邊長乘以邊長，就係咁咯。
乘以佢嘅高，佢高就係 r 咯。然之後就得出來提子公式就係16/3。然之後按照嗰條式列出來，把 r 求出來等於2。然之後我哋就求佢個，我知道 r 係2啦，我哋係咪按照波嘅提子公式就係 v 等於4πr 嘅3次方？然之後我哋知道 r 啦，把 r 代入去，就得出來嗰個數咯。所以2π就係佢個體積啦。